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新北市一间幼儿园发生烧毁事件。一个老师伫7月份的时阵，捌注过一剂莫德纳疫苗，8月底身体无爽快，也毋过照常去幼儿园上课。因翁先怀着病，后来伊嘛确诊，嘛造成8个囡仔甲1个家长嘛怀着。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这间幼儿园阳性的比例有60%，是真悬哦。阁有2个台北市的囡仔捌去过这间幼儿园读一日，落尾是转去台北市的公立的幼儿园。台北市有3间幼儿园，423个人，今仔嘛先停课一日。位伫邦桥的这间幼儿园有老师确诊，对初时开始停课14天。这老师伫伊的身体确诊了后 ，PCR 采检是阳性 ，CT 值17。初六幼儿园有8个囡仔加1个家长确诊 ，CT 值分别是在14.6到35.8。新北市扩大列出123人，地区隔离有104人。CT 值从最小的14.6到最高的35.8。所以整个 CT 值的分布是非常的广，是不是有小朋友传染给老师，还是老师去传给小朋友？这一部分我们正在进行所有相关的疫调。这波互相小的感染，除了新增加确诊的囡仔8个人，家长1个人以外，42个幼儿加5位随班就读的幼儿，也阁有10位教职员，总共57人被列做地区隔离。幼儿园也有复习课后的安亲班，也列出18位学生加家长地区隔离。其实，这个幼儿园的老师按例16129，第7月注射过头一剂莫德纳疫苗，8月27出现相关的症状，8月30敢若皮无啥味，不过也是来好好上课。9月7日先是确诊，被列做隔离了后，初5伫隔离中 PCR 阳性确诊。在学校跟学生相处的时间相对的长，在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几波的一个传染？不过到目前来讲，我们担忧的是，阳性率非常的高。台北市长郭文铁证实，台北市有幼儿顶礼拜捌到这间新北市的幼儿园上课，结果等于到台北市的公立幼儿园上课。台北市的公立幼儿园初期要有风险来停课1天。检查阴性只是表示说你这时候没有感染，通常在观察14天，那他也在这个地方被感染了。那这样的话，几乎整个学校大概都要隔离了。指挥中心讲，由幼儿园的师生较会亲密来接触，这个互相相的感染，可能阳性的案件更加多。调查中，幼儿园有分班上课情况，暗时有安亲班，也扩大来包列人员。经定数在这2天出来，新北市初步排除甲动用技术案件有关系。记者苏荣华报道。新北市幼儿园发生烧毁事件，新北市调查这位着病老师的行踪发现伊这段时间有坐公车、坐捷运，嘛捌去过邦桥的环球购物中心。大门关暗，原本应该是充满囡仔笑声的幼儿园，即马规个拢无囡仔。这间新北幼儿园爆发着新冠规定感染。根据新北市公布的卡册当中，会当看到按16129，互咱验出确诊进程为8月22到这个月初3，包含捷运板南线4个捷运站，而且是规律性来坐车，也转坐过786、805的公车。8月29捌去过板桥环球购物中心的闭院。这边都是小朋友，所以大家是一户一户的情况。然后另外这个幼儿园好像晚上有做安亲班。那是不同的老师、不同的学生，那所以也请新北市对晚上安亲班的人也是一样做居家隔离，那并采检。因为新增加8个确诊囡仔 ，CT 单位14.6至35.8，分布真快。新北市政府会严格考虑，不管是阴性还是阳性，拢会采取居家隔离的方式来避免疫情扩大。家长原来陪伴所有被考虑的囡仔带入去防疫旅馆，目前也是借由 CT 单来查清楚感染源是囡仔还是老师。幼儿的部分都还在疫调中，然后不过就先前的了解来讲，应该是没有特别有什么症状。有医师是烦恼讲，伫幼儿园这囡仔无法度做疫苗，而且无法度做到良好防疫的习惯，一旦甲病毒炸转厝，佫较会使其他厝的人遭受感染。也不是只有咳嗽哈，就包括他手摸东摸西，口罩戴不牢，手不常洗。然后一天到晚黏着你，没有办法跟你做社交距离，其实相对会更为容易传染到他所周遭的人。意思是讲，虽然囡仔去感染到当前的机会无悬，
不过爱注意的是，有8个囡仔确诊，真有可能伊的父母做伙住在厝的人，也有可能有确诊的风险。目前拄仔是潜伏期的阶段，所以未来几天、1、2礼拜拢是观察的重点。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产的联雅疫苗8月初针对50位已经有做好2剂的试验者，搁再帮因做第3剂。综合抗体表现昨公布，联雅表示最近第6新的报告送到实验室，搁再申请 EUA 紧急授权的审查。资料是显示讲，50位18岁到64岁的民众，搁再做第3剂疫苗，经过14日对武汉肺炎病毒的综合抗体是达到4018。比做第2剂了的14天只有102，是悬出37倍效果袂歹。另外，会伫这礼拜向实验室来提出变更日期、临床试验的计划书。再来看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是表示讲，按算中秋前后头一批有下政府要求 BNT 或包装的疫苗会到位刷落来，每礼拜拢有70万到80万剂疫苗会送到台湾。另外，教育部昨公布讲 ，BNT 疫苗注射的流程9月初9先做疫苗的登记另外，到9月23开始高中甲5专的学生就会当先做咯。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继续14天隔离，初6正式出关。透早摕到纸条寄到窗仔门向大家问好，伊表示9月中下旬，每礼拜拢会有疫苗。请大家安心，我答应，都有。BNT 疫苗陆续到会，教育部也公布 BNT 疫苗头一波注射对象，主要是满12岁到无满18岁青少年，包括国高中生、5专1到3年级生。参9月初以前满12岁国小生，注射顺序5专到高中生先注射的是高中生，依序安排注疫苗。不管包含在家自愿自学、矫正学校、少年观护所，目前还在国内的学生，外侨学校，全国大概有125万的这些学生是符合在这个施打的年龄层内。教育部长潘文忠表示，注疫苗需要写意愿书，强调9月初起，各地方政府卫生局都会将注射意愿书发予各学校。9月初9开始发意愿书，学生甲家长有4天的考虑期，愿意做的人9月14就会进行学生注射注册。9月23校园集中注疫苗，佮强调也会当选择伫学校注，还是家己伫有约备内登记，前往医疗院所注。另外，满12岁国小生由各地教育局甲学校提供同意书，佮到疫苗注射平台登记预约，再佮由家长陪同前往医疗院所来注疫苗。接种疫苗后，如有不良的反应、身体不适等，可申请疫苗假，就是以这个3天做一个原则。那家长如果有因为学生接种疫苗而需要再变成请假照顾，也可请防疫照顾假。另外，礼拜2来台2批 AZ 疫苗，总计81.04万剂，提供予第8轮注疫苗。注的对象将优先保留已经注第1剂 AZ 疫苗，计满10礼拜有约注第2剂 AZ 疫苗人，9月初10点起开放预约到12点到12点，9月15到23开始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天气今仔早起减少，各地拢真热热，温度是真悬过道就要特别注意雷公雨。咱来看云图，今仔是吹东风暗时到明仔载透早新竹以南的沿海地区会落雨。今仔日是各地是侪云好天的天气，过道山区会落雷公雨，中南部一寡所在嘛有可能会落大雨。中岛花莲县的气温是感觉是顶好，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台北市、新北市、台东县、桃园市，还有宜兰县的山区嘛是黄色顶好，大家都爱注意风拍。再来看，各有风台形成昨形成的第13号风台空心，未来会往海南岛的方向移动对台湾是无影响。另外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是伫恒春东南东方往台湾的东部海面上移动上紧今仔就有可能会成做今年第14号的风台，有可能会伫拜六礼拜影响到台湾。今年第13号风台进入风台空心，气象局预测伊未来的路线会通过菲律宾进入南海，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也毋过伫空心东边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目前海温有利继续发展，强度也有可能继续增强。气象局讲，伊有可能伫即个周末假期影响到台湾的天气。
预期未来它的路径呢，大致上也是沿着太平洋高压南侧的这个导引气流，会逐渐往西北方移动。那可能在后期会比较接近台湾附近的海面。气象专家是分析，今年8月有12个风台形成，比历史平均达15个较少。今年风台季也未结束，所以嘛是爱注意。目前北方冷空气已经渐渐形成，9月底开始就有东北风会落南，到时阵对风台移动的路线也甲雨量加添一寡变数。东北风南下，对于台风移动路径跟雨量的变数会增加许多。平常呢多做准备，把防灾能力呢较往常提高至少1到2成。气象专家提醒，拜2至拜4太平洋高压增强，转为高温烧热的天气形态。拜5开始高压减弱，会影响热带性低气压离咱台湾远远，再加上海面上热带系统互相影响，也有一寡变化伫哩。预定礼拜5开始，宜兰花莲甲台东以及东北部海面会先受到热带性低气压或者是风台影响，天气开始变无稳定。记者综合报道。早暗10点花莲县政府东南东方49.4公里的所在发生规模5.9的地震，上大的震度是4级。气象局表示这是因为本地运动造成的地震，后山嘛可能有规模4以上的地震。其实在这个很近的地方，在2002年331有发生一个6.8的地震但是6.8那个331的地震，它的深度只有10几公里而已，很浅，所以它离震很多。但这个地震因为它的深度比较深，有到10几公里，那地上的岩盘的重量会影响地震的发震就让它不容易产生地震的错动，所以相对来说，虽然它会有余震，但是它余震就不会像前的地震这么多。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先来看联合报，台积电继续要扩大伫台湾的投资，刷来暗示要利用高雄中油炼油厂的地来起工厂，或者是规划讲要生产7纳米的晶片，准备要起来的厂，也介是苹果总投资额有几啊千亿，上紧2023年会当动工。再来看自由时报。劳动部统计，去年6月底大专毕业生到今年的4月底，平均找头路就爱开1.27个月中数金融甲保险业薪水上好月薪平均有44000块。物理、化学甲地球科学这科系毕业的学生待遇上好，薪水平均有47000块。再来看中国时报。台湾5G已经营运1档了，也毋过资费煞个愈贵万团台湾大哥大，阁有台湾之称。第3级警戒的期间调整5G 的资费，专门来取消免费的市内电话。卡市内电话1分钟就要6块。消费者是批评讲，因为市内电话无法度用赖，还是其他的网络服务来卡，所以针对市内电话来取消优待，实在是真恶质。咱再来看，指挥中心宣布讲，2级警戒时间要延到9月20，嘛宣布讲8大行业要继续暂停活动的人数要限制室内80个人，室外300个人。高铁甲台铁的座位全部开放，会使买票，也毋过袂当买客票。指挥中心嘛指出讲，中营3个技师甲技师的后生，拢是去为着Delta变种病毒。也毋过上升为着病技师，伊的感染源甲其他的确诊者是无共款。考虑过来疫情较热，虽然有一点不明的感染源本土案例，不过经过相关单位的沟通参详了后，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对9月7到20，规期疫情警戒标准是第2级，并且会维持也是调整相关的管制做法。亲像歌厅、舞厅这8大行业，依然是维持关起来。集会活动人数上限放宽是室内80人，室外300人。另外，高铁甲台铁开放专车座位来买票，无买客票。国家风景区甲观光的娱乐业，用流量上限提升到8成。游览车的载客人数上最个难到8成，并且禁止车内饮食。双铁里面不发站票，那但是呢，它可以就说不用到一个限制，就是没有站票的可以坐满。另外，长荣航空3名机师出现突破性的感染新冠肺炎，其中1人确定是为着Delta变异株。另外2名机师甲机师后生的基因定序也出来全部拢是Delta变异株。不过，甲案例1606机师的病毒数列无同，感染源无同款。这2组大概
关系恐怕不是那么的大哈啊。不过呢，既然有一个确定的一个答案，我们可能还要从相关的疫调里面再去分析。但市长表示，长荣航空全部机队拢爱做 PCR 核酸检测，最后爱看检验的结果。验过检判也是伫个外站位着可能性较悬，对着病毒变异株威胁，会继续强化边境监测、加防疫做法。同时也呼吁民众落实卫生防护做法，共同严守社区的防线。记者综合报道。搁一上要紧，咱来看目前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2亿2000万例，死亡的人数超过458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总计共增加16例，目前是16035例哦。中国有95000多例，香港超过12000例，日本有157万多例。目前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前3名是美国、印度、巴西。美国已经超过4000万例，印度超过3300万例，巴西嘛超过2000万例。伫欧洲哦，英国有697万例，法国嘛有692万多例。再来看越南哦，最近疫情滚价，政府严格限制民众的行动。首都河内官方实施真侪路障，禁止民众来去。有真侪民众嘛，家己用绳啊、竹篙、甲绳啊设路障，无要互外面的人进入社区。长岛甲影挡伫入口，有诶用竹篙、比如绳啊卡伫个巷啊。越南爆发新疫情了后，首都河内4界拢是这种临时路障。Đúng, từ bé bây giờ anh là năm nay cũng 47 tuổi nhưng chưa bao giờ bị thấy phong tỏa và chốt như này. 路障架出无疫情的安全区，甲爆发疫情的隔离区。隔离区设路障是限制内底居民耍鱼，安全区设路障是烦恼成群人进出带来病毒。有的出入口也有警卫，有居民就讲，即摆生活亲像住伫大型监狱内底。Ảnh hưởng nhiều chứ, bởi vì không có việc đi lại là thấy mất tự do rồi. Thế nhưng mà ngược lại thực hiện chỉ thị theo chính phủ này, chỉ thị theo 16 thì nó tốt thôi, phòng chống dịch và cũng nên làm như vậy. 事实上，这路障也毋是完全政府设的，真侪是居民家己做的。因为越南这一摆疫情真是毋是讲算笑，后来已经封锁5月份疫情，也阁算平稳。按过逐工新增加病例依然伫50到100例之间。商业大城胡志明市是逐工增加几千例，数百人死亡。看甲首都的人是心惊惊，就惊放任疫情就失去控制。Mình thấy rất là hữu ích đấy, mà hạn chế người lạ đi vào. Cái khu này là khu an toàn, nên là mình rất là hưởng ứng cái việc cách ly từng cái khu phố một này, để tránh những người lạ đi vào. Tất nhiên là vẫn có lối vào, bọn mình biết hết tất cả các đường có thể vào nhưng mà bọn mình phải làm theo yêu cầu với mọi người. 封锁真艰苦，也是会忍耐。不过越南政府已经表示，封城毋是当过的代志，因为卡苏经济继续停落来，恐惊民众生活真歹过。因考虑分区放令，要赶紧做疫苗，希望较早压制这波疫情。公司新闻徐婉玲编写。塔利班昨宣布讲，战争已经结束啊，讲已经成功来打败反恐军的最后一个基地庞吉下省哦，嘛表示讲反恐军的领袖小马苏德已经逃去附近的国家了。塔利班伫摕到政权以后，真侪界拢表示讲会赶紧来组成新的政府，也毋过到达是个还未提出时间表。前日这段伫社群媒体影片显示，塔利班一群人徛伫庞吉下首府头前举旗啊，宣告夺到反恐军最后一个据点。这时阵开始，塔利班全面掌控阿富汗。经过第4山形甲卫星影像的比对，证实塔利班这影片翕的地点就伫庞吉下，不过路透社表示无法度确定翕的日期。تلفات المجاهدين هيك نيستا بس از 2 روز مقاومت ولايات البنشير دست مجاهدين إمارة إسلامية أفطار 反恐军阿富汗民族抵抗阵线 NRFA 领袖小马苏德是伫推特表示，目前家己正安全，不过无确切消息。NRFA 发言人反驳塔利班发出的胜利消息，表示战争的继续。塔利班发言人穆加希德表示，被告的小马苏德甲前副总统沙雷已经逃亡到塔吉克，也因为北平反恐势力由阿富汗少数民族组成，有塔吉克族、乌兹别克族、哈扎拉族等。穆加希德表示，袂因为种族无共就歧视对待，也佮强调新政府就要成立，不过伊无予大家时间表。
穆贾希德特别指出，目前伫卫生甲教育单位的阿富汗女性拢已经登记工作，也有几张相片显示大学生开复上课，不过男女学生各开。一名资深官员表示，这种方式完全应接受。目前塔利班一直寻求国际社会承认，表示成立新政府的时阵，会邀请俄罗斯、中国、卡达、土耳其甲其他国家出席庆祝会。中国被点名了后，外交部发言人王文斌无愿意证实是毋是受到邀请，是毋是要出席的回应。公司新闻黄云玲评论。再来看以色列加加传出南名巴勒斯坦的犯人，那存是用汤匙啊伫水槽下面挖出一条地道，逃出加加。这台人其中有4个人是被判无期徒刑哦。因先讲逃押的消息，嘛，互伫加沙走廊的巴勒斯坦人是真欢喜，佮上街头送糖仔来庆祝。路网内底水槽下边被凿出一个坑。一个看竟然是一个地道，以色列一个戒备真严的吉尔坡加加，切落传出加加事件，6个巴勒斯坦犯人伫路旁挖出一条真的地道逃走。לא מדובר בדיוק במנהרה שנחפרה, יש פה משהו שכנראה נוצל כתוצאה מהמבנים של התאים שניצלו את החלל. 这6个人找到透早月光了后，互附近农民发现，加加接到通报才知影有人犯逃走。吉尔坡加加就伫以色列北边，因讲是以色列戒备上高级的设施之一。根据外国媒体报道，这犯人好亲像是用一支汤匙啊，用几个月时间挖坑，佮利用进前偷渡的行动电话甲外界联络接应。这消息一出来，巴基斯坦真侪派系拢正懊恼，真侪民众也上街路发点心庆祝。اليوم أبطال الجهاد الإسلامي يحققون انتصار جديد من سجن جلبوع تخرج أبناء غزة ليحلوا الناس فرحين مهللين مكبرين أن هذا النصر هو كسر لهيبة هذا المحتل. هؤلاء الأسرى على مدار سنوات طويلة من الزمن إن هذا الانتصار الكبير يؤكد على أن بالإرادة والعزيمة نستطيع أن نحسم كافة محطات الصراع مع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لصالح حريتنا وحرية أسرانا وأبناء شعبنا الفلسطيني. 路透社报道，一个巴勒斯坦救援组织指出，外国的6人当中有4人被判无期徒刑。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这是一件严重事件，爱安全部队全面拍拼找到这个逃犯。公司新闻陈慧珍报道。今仔国际上，阁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点台湾来看世界。虽然是西非国家几内亚传出军事政变，因为几内亚是全球上大阿鲁米原料的生产国，即卖因为政局无稳定哦，造成国际阿鲁米的价销称真悬，是10年来上贵。再来看阿富汗的大学已经恢复上课，部分学校虽然查甫甲查某拢是伫同一班上课，也毋过必须爱分开坐哦，中午各用布棚来隔开。再来看美国地质调查所早起指出，今仔刚发生规模6.5千层的大地震，也毋过并无这回事哦。后来个随个回收这个地震的消息，讲是系统错误才会突袭。再来看海巡署第8澎湖海巡队，伫初5发现有中国渔船非法伫限制水域掠鱼，咱国要求讲要上船去检查，也毋过即只中国渔船是反抗，无想要接受检查。毋过后来海巡署顺利查扣船长，阁有船员，拢总10个人。船顶是无发现有猪肉制品，船员的 PCR 检验嘛无问题，会阁针对违法事件来做调查。一只大陆籍渔船慢慢进入渔港，海巡署第8澎湖海巡队初5伫花树西南边发现绝界大陆籍渔船伫限制水域作业，船身2边也有3支铁管是要阻止巡防艇定检。海巡队人员该为船尾强扣定检，查扣船长甲船员10个人。本队5动5艇在昨天的清晨5点43分，在花屿的西南方22.4海里处发现一艘陆船进入我国限制水域内作业，并于船的2侧各设有3根铁管，防止巡防艇登检。所以不知道这些铁管的用处是什么吗？不知道铁管的用处，不知道。尾仔渐渐的铁管，船员讲毋知影是啥物用途。伫扣工了后，也互海巡队人员收起来。船顶1000公斤的鱼货依照规定全部撇入海，经过体检10个大陆籍船长甲船员身源试验检测拢是阴性，船顶也无猪肉这的相关的制品。
该陆船上共有1000公斤渔获，均依规定海抛。船上10员于今天早上前往三军统医院进行 PCR 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全案依《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进行留置裁处。为要严防大陆渔船到台湾海峡作业，海巡署强力执行护应专案，以船顶雷达找找可疑目标，佮扩大巡逻范围。尤其多是疫情期间，无论非洲地区或者是新冠肺炎，拢无运船出现空棚。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目前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数，昨的本土病例增加9例，咱台湾本土病例数计共嘛已经有14533例。咱来看各县市目前患着病的人数，目前咱台湾病例数超过4000例，有新北市6891例，台北市有4857例，超过200例有桃园795例，苗栗是549例。基隆有316例，彰化274例，台中有207例。目前咱台湾本土佮加上境外病例，计共有16035例。本土病例数的部分是14533例哦。这是疾管署上新的统计。再来看咱国内昨增加7个带病入境的案例，其中有5例是血船的船员，前2日有船员身体无啥爽快，因着做伙去采检，结果一验就有5个人患着病。交通部航港局是表示讲，这只货船停伫高雄港之前，嘛捌去过台北港甲台中港已经扣出相关的接触者了。发生互相烧的事件，货轮已经互航港局限制出港，即阵停伫高雄港80岁码头。这只货轮伫9月初4，因为一个菲律宾籍船员发烧，进行全部检查了后，有5个人确诊，包含3个20多岁到30多岁本国籍船员，加2个40多岁到50多岁菲律宾籍船员，5个人拢无做过疫苗。对9月初2开始，陆续出现发烧、流鼻水这类感冒症状，采检了确诊。他们的这个船就是前一站在8月26到29这段期间，其实都是在日本有好几个港口有航行跟靠港，所以这一个我们虽然说现在这个境外入是把它列为其他，不过大概推测最有可能的感染地可能是日本。高雄市卫生局掌握，这只货柜轮船员有22个人，伫9月初5半暝停伫高雄港80岁码头，原定迄天暗时离港到新加坡，不过因为菲律宾籍船员发烧，检查了阳性，船头家安排 PCR 采检了后，确定有5个人确诊，送医治疗。其他17个人即阵隔离在独立舱房。航警局要求船头家必须每天互船员检查，并且提报后续防疫计划，结果送指挥中心审批。台北港跟台中港有停过嘛？那现在就是我们现在都已经匡列这个岸上的人员嘛，对，就是哪些人有上船有接触过，那这些人都会经过那个疫调了以后，到底哪些人要做什么样的处理？航港局表示，这只货轮伫停伫高雄港进前，北到台北港甲台中港装卸货，虽然船员无上岸，不过港区人员上船来协助，已经列出接触者，并且进行采检，同时展开后续的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中英航空的技师甲 Delta 变种病毒为何后生？桃园的北科附港全校拢体检嘛停课。本地上讲这几天桃园的学生囡仔有真侪人会请防疫假，不过桃园教育局统计是指出讲，桃园伫6都内面请防疫假的人数算是较少的，一礼拜请假的人数只比顶礼拜增加100个人。中英航空爆发3个机师突破性感染案，一个机师的后生确诊，所属的北科附港全校停课14天。校方面是讲，包含集中检疫所的学生囡仔，全校用线顶上课，来上课的比率超过99%。通知境内其他的学校正常上课。外界是预测讲，桃园的学生囡仔请防疫假的人数会较悬。教育局是讲，高中小学也甲幼稚园学生囡仔303118人，礼拜一请假人数是428人，比顶礼拜平均加100人左右。请防疫假的比率是14%，伫6都内底算少的。那时候就有喉咙痛，回来之后跟妈妈讲说来采检。采检之后可以马上回学校上课吗？好像不行。那等报告2天，要等报告。因为简讯，然后因为广泛的这样发，有没有？大家都很恐，有点怕，你知道吗？我早上看好几个，他也没有症状，就来排队了。社区消毒一直在进行，通知环保局除了迄天学校进行消毒到半暝，也扩大周边7个里环境消毒。
会出动20个人力跟5部的消毒车，那希望透过这个不断的一个消毒，那可以确保我们这边的环境安全。市长陈文灿表示，技术突破性感染案防疫更加严，采用3严防护，除了接触者集中检疫，航空公司也甲服务人员全部 PCR 检验，也有社区的卡热发细胞感染。伊阁强调，卡热呢是顶塔，无代表讲你真晚近接触。预防性感染通知是希望民众最好自我的健康监测，有症头爱赶紧安排公费采检。记者综合报道。游客若要入去南投溪头园区，就爱买票哦。也毋过已经降级了后，逐工上无有1-2百人会偷偷为边仔路入去园区内底哦，就毋免买票。有人就讲哦，这人拢无实联制，嘛有可能会真做防疫的空棚，应该爱好好管理。民众夜夜来到南投溪头园区附近的一个路边，脚步下过都是另外一条小路，规个过程拢互监视器翕来。这个所在都是山友小步的倒票路线，无需要买票，直接会当进入园区。当然不好啊！为什么我要付钱，他们不用付钱？不是很安全啊！一般民众入来溪头，拢爱行收费亭，使用者付费上悬转票200块。疫情降级了后，开放入园，逐工差不多有1-200人行倒票路线。园方也坦白讲，山内内有一寡天然的小路，会当通往园区，无法度防范，也无法度通管。目前因为这个是属于园区外面的这个一般的。可以说是林农走出来的山林小径了所以目前是没有相关的法则。倒票路线无实联制，当然嘛无量体温，就变作是防疫真大的漏棚。万一有确诊的人入来，相关的疫调会增加困难。南投卫生局是讲会甲业者沟通。我们会跟我们的观光处来做一个联系，请他们督促加强这方面的一个防疫管理。法则的部分，我们还是要有相关的质证这个我们才能够去做一个相关的研判跟处理。疫情转好，民众走去风景区佚佗，故意倒票已经真害啊！若做个造成防疫的漏棚，恐惊谁都无法度承担。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移民署的新竹分队查到新竹一间店有卖越南的猪肉制品，继续追查各地仓库架徛价，查到322公斤的加工肉品哦，这嘛是咱国内违法走私肉品数量上多，而且有一半可能是受到非洲猪仔病毒的污染哦。3名的嫌犯哦，都已经移送法办哦。移民署新竹专勤队会同卫生局、警察局这单位上门检查，回头卡拢交猪肉制品重量322.14公斤，全部查扣。因为新竹市这间杂货店的业者为越南违法走私肉制品，各创下国内非法走私肉制品数量上多。那里面有119公斤鸡肉丝，我们怀疑与高雄冈山日前所查获确定阳性的制品是同一产品。那走私最大量，移民署阁查到包含越南腌肉、脆骨卷、煎肉饼、肉酥这的品项，陆续送验，阁发现至少67.5公斤有验出非洲猪仔阳性，阁加上好亲像感染，拢总有超过168公斤，真有可能是目前国内最大件猪仔肉品案。这3涉案人依法被移送新竹地检署。2名被告认为涉嫌违反城市走私条例、动物传染病防治法等罪嫌，分别以新台币6万元、3万元交保。经过检方询问了后，2个嫌犯交保候团，也有1个人无保释回。针对这非法来台湾的肉制品，拢爱销毁。只是这走私含有非洲猪仔的病毒肉品连续出现，相关单位也已经成立专案小组，要继续查顶手。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婚林岛了，最近有社区利用空地起一个食农基地，佮专工乌两个大窟仔，按算讲要来做生态水池，会当利用循环水来种菜，咱做伙来了解。规片菜园提供民众种菜、行大，这是婚林岛内的定西里。原本这是一片空地，不过经过公所和社区志工拍拼整理。即马已经成做一座食农基地。食农基地，咱的概念就是讲，有一块土地，会当互咱的社区的长辈，来遮会当摘菜，摘菜对咱的身心有真好的帮助啦，这片食农基地唔但通种菜，互长辈活动筋骨，也有用别人无爱的插头和砖仔来打造凉亭和椅仔等等的设施，互居民因时会当来到遮行踏活动，也做伙开讲做义娘。
给阮一个活动的机会，啊，搁家己种的菜，食到较安心。大家拢来遮运动，啊，搁身体搁会较勇，哦。啊，大家拢来遮，但是啊，搁一个朋友来遮，搁开讲一下。除了利用废弃物做成园地内的设施，另外也特别挖2个大窟啊，要规划做生态水池，让洗菜、洗米的水通过循环再利用。咱会使把咱的厨余、甲一寡废弃物，过来循环再利用，甲甚至废水再利用。市农基地将本地无用的空地重新再利用，也要用水资源循环来种作。即马这个基地已经成做在地居民重要的活动场所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婚礼的园长国小伫歇热的时阵举办5天的布袋戏营队，让学生囡仔来学人布袋戏红仔念口碑，来认识咱的传统文化。因的成果表演嘛是真精彩哦，咱做伙来看卖。台下顶的布袋戏是演甲介精彩，台下卡的观众也拢看甲真心色。这是云林园中国小伫今年休热办的布袋戏野队，总共5天的活动，伫上尾一日来发表成果。总共有5天的这个练习跟学习哈，啊，好囡仔学到做这语言啦，还是这个超偶啦，包括这锣鼓这部分。一寡学生囡仔过去拢无学过布袋戏，透过艺术的指导，为人红仔基本手势、教念口碑、语调变化，学生是拢感觉真趣味。像这样放这里，然后呢，你可以像这样动来动去。你这样第一次这样敲起来，你觉得会不会很难？不会，就那个很像拍手打一下就好。我这个台语是从我小时候会讲话的时候就开始学。今天要演出，所以昨天晚上着急的睡不着，因为会觉得隔天就会忘记那个台词怎么念。5天的时间要学一出戏，实在无简单。不过这些学生拢真认真，唔但透过课程认识咱台湾的传统文化，也透过表演培养自信。记者综合报道。国家交响乐团初9要伫国家音乐厅演出马勒传奇的音乐会这场演出伫结束了后，会放伫影音平台72点钟，让买无现场票的观众会当伫网络买票来欣赏。伫更琴的伴奏的女高音演出浪漫主义马奇作曲家马勒的第4号交响曲，经由精彩歌声唱出亲像囡仔上款天真的心境。这是国家交响乐团初9要伫国家音乐厅演出的马勒传奇音乐会中重要一段。Mahler is for me the composer who is a person who is most has the courage to show his emotions more than any other composers. He can show in his music the joy, the disappointment. 特别接任乐团总监的马库尔对着马勒非常的推崇。考虑这疫情冲击艺文的产业，这场卖票音乐会会采取小价座位来做。不过为着因应疫情，得到民间基金会支持的音乐会录播内容，在你会在影音的平台限时播出72点钟。买无现场座位的乐迷也在开1点仔钱，就会使欣赏马勒音乐世界。观众的培养等等，我们可以让线上的一个录制的音乐会的产生，它其实自外于原本的，它并不会冲击原本的产业。科技的力量也可以让人类可以连接起来，可以听到更美好的音乐。那我非常期待9月9号的这场音乐会。国家交响乐团强调，除了现场的表演以外，艺文也使经由数位化演出，得到更加好的发展。对着产业来讲，并未折损原本的乐迷，也可能扩展新的乐迷。是疫情之下需要具备的新的思考，未来对这个方向来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顶兴5倍光，按算10月15要开始发咯，也毋过煞来就是中秋咯。到地方的观光业者是呼吁政府讲，希望顶兴光会当较早发的，中秋就好通使用。营业时间门是关到目睭睭。台中市太平上界闹热的树口商圈，市草是真歹。业者讲，新冠疫情2年落来，生意是落7、8成。那个牛排馆，他就跟我说，他掉了8成。然后还有我们很知名的米其林必比登餐厅鹏城堂，它也掉了7成。那你不能内用，然后他们本身也不是做便当的，他们真的很难做。烘焙业也受到蛮大的影响。
那只是希望说，现在中秋节快到了，那希望政府的5倍券能够提早发放下来。早发放，早振兴。观光旅宿甲做糕饼的业者排几排，化工无法度搁等啊，因为行政院青衫宣布，执行5倍券，按算10月15会发。不过即马中秋就要到啊，等5倍券发落来，中秋这波生意都已经过啊。业者烦恼这波进行是完全袂付期。中秋本来就是我们传统上大家送礼的大月啦，如果能够增添出来的话，刺激的话，我想我们可以恢复到疫情前面的荣景，而不止现在还是很低迷啊。旅馆商业同业工会认为讲。旅宿业伫疫情的影响之下，会当讲是上大声受到经济冲击的。进行馆虽然讲是振兴，不过嘛有纾困的性质。其实它带有纾困的性质，所以它越早发放的时候，可以降低我们业者的损害，然后也可以为减少未来纾困的规模。疫情唔知爱到伫当时才会结束，即马侪产业都期待复苏，希望政府会当听到因的心声，希望振兴的方案会当重早执行。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的大树，有一间有100栋历史的庄稼旧厝哦，也毋过损害甲真严重。这间旧厝是用古早人讲的金包银的工法来起的，庄稼的后代哦，嘛按说讲要向高雄市政府来提出登录历史建筑的申请。今日旧厝倒平的户龄，第一间房间的牛条，互白遐酒甲真严重，厝顶已经放一地。隔壁间的厝顶甲土甲壁放甲愈严重，这拢是7月落大雨才造成的。毋过因为这道壁外口的土放落来，才发现这是用刀仔起，也就是金包银的技术起的，甲一般传统的土甲厝真无共。伊伫土甲之间吼，佮有用迄薄砖来个做一个间隔，吼间隔除了。为外口看起来是较美观吼，佮兼伊会使吸附迄个冷热湿度，调节冷热湿度，佮防震。庄稼旧厝1919年到今已经101岁，这间四合院建筑保存了真完整，四界拢有彩绘大师陈玉峰的作品。庄稼后代按算要申请登录历史建筑。看到伊迄个崩坏足无彩，所以要全面的来互伊吼，100年会使继续过来维持落去。只有就是寻求公部门来甲阮斗相共。内底啊，像有陈玉峰的壁画作品，佮有几啊前年规个保存形式，算是拢袂歹的状况。所以讲其实伊就有机会当申请到做成高雄的历史建筑。全世界讲，目前大部分亲戚拢同意，希望文化局斗相共。文字中心表示会依法审议，协助庄稼人赶紧修复古厝。记者邓嘉文、赖伟做高雄报道。9月12日开始哦，分家南戏剧界的大代志老大新艺特别开始咯。有真侪出戏剧甲台语的电影会伫婚林、台南佮有嘉义几啊间老戏院来放送哦，嘛有布袋戏演出，咱做伙来欣赏。300栋的翁仔来起鼓，结合家己县、婚姻县甲台南市的老大生嘅开合作计划，要来替老戏院增加活法的技术元素。他其实把这样新的表演艺术也带到这样的老戏院里头，在疫情的时代，其实，在这样小而美的环境里头，其实更能够去亲近民众。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活动，让这些渐渐没落的这些老戏院，其实能够结合新的表演艺术。3个县市老戏院做伙合作，除了有少年艺术团队表演，还会放送一寡台语电影甲老歌。300栋表示，较早亲像连续剧的连本布袋戏，这届嘛会来演出。这次的设计就是让所有的年轻人跟老一辈的都可以在剧院里面重新回溯到当年的剧院布袋戏的时空，看这个连本布袋戏。我希望讲这种的活动会当带出新的一代来认捌咱的老戏院，而且变成咱的产业会当发展起来安尼。这届活动为9月12日开始，一直到10月初10。嘉义县政府表示，透过县市联名的方式，让老戏院会当正做新的舞台，嘛让少年人来了解台湾早期的戏院文化。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来看日本有一个真高整理物件的专家近藤麻里惠哦，伊最近搁再推出全新一季的实境节目，要亲自社区来教大家要安怎来透过整理改变生活。片付けた酒
時のときめく暮らしというのを実現するお手伝いをする、そんな環境が作れるといいなって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います。日本整理女王金城马丽辉靠伊自创的平人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协助济济人家斗整理物件，重新调整身心灵。By the time I get home, I don't have much energy left for my family or for myself. 实境节目推出第1季是真受欢迎，引起美国民众的出人斗整理物件，互全美国即卖愈来愈侪人重視家己徛家的環境。在上新一季的預告內底，馬里輝予伊家己一個新的挑戰。今回のこの番組というのは、お家の中だけではなくて、職場やお店などこのお客さんの関わるあらゆる場所、初めての場所を片付けるというのが私にとって新しい経験でした。そして片付けを終えることによって、そのお客さん自身がどういうふうに人生を変えていくのかというところまでお見せできています。Hi, I'm Marie Kondo. I'm so excited to introduce my tidying course. 捌予美國《時代》雜誌選做是全球前100個上界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馬里輝為作家的身份，靠伊自創的整理術，成做整理資訊的顧問。ですし、片付けによって人が変化していくっていうのも拝見するのもとても好きなので、やっていくうちにどんどん楽しくなっていきました。1年外以來，全球經過真嚴重疫情的衝擊，居家辦公、線頂上課，甚至是伫咧厝鄰隔離，是漸漸成做真世常的代誌。即馬民眾有更較濟時間踮伫咧厝鄰，實境的節目透過真正的故事，互觀眾開始思考生活的優先順序，為徛家的環境來開始改變，就會當追求更較幸福的人生。公視新聞王碧文編譯。來看以色列有一對頭殼黏做伙的查某紅嬰仔，最近手術要甲2個人分開哦。這場手術的時間超過12點鐘，有10外個醫師要做伙來動手術。目前全世界這款手術成功的案例哦，只有20例。病房傳來一陣哭聲，以色列一對一歲大的連體查某嬰仔，佇經過超過12點鐘的手術了後，總算成功分離。這也是因自出世以來頭一擺面對面互相對看。We're just finishing the twins separation procedure. It has gone extremely well. I'm delighted how well the whole team's done. It's an excellent team here, and it's been a real pleasure to be a part of it. 早伫去年8月，這對後哭少年的查某嬰仔出世進前，數十位來自以色列也個外國的醫療團隊參專家，早已經開始準備這場手術。因為嬰仔頭殼的血管真幼，一個小小失誤就可能造成無法度挽回傷害。החלק הנוירוכירורגי של הניתוח של ההפרדה של התאומות הסתיים. אנחנו עשינו את השחזור של קרומי המוח, שחזור של הגולגולת. וכרגע המנתחים הפלסטיים ממשיכים את הניתוח לסגירה של האור. לשמחתנו הרבה, הכל הלך כפי שקיווינו. 照着科技，醫療團隊利用 3D 模型進行模擬，加900點鐘的練習，最後成功替2名查某嬰仔中間肋骨甲移植頭皮。目前類似的分離手術佇全球的成功案例只有20例，這也是頭一擺佇以色列執行。 כמובן שאחרי כל ההכנות, עם כל המודלים שבנינו, עם כל הסטאפ של חדר ניתוח שבמיוחד נערכנו לעניין הזה, עם ה-Surgical Theater וה-VR של התאומות, ועם המודל התלת-מימדי שהכנו מראש. 醫療團隊表示，查某嬰仔手術了後，護狀況良好，會當各自喘氣甲食物件。做落只要透過復健治療，就會當佇未來過像正常人同款的生活。公視新聞王碧文編譯。 過去60天哦，全球葡萄酒紅毛新鮮的數量是減少超過一半，只剩無到105000隻咯，已經是量要絕種的動物。最近佇西班牙南部一間動物園，有一隻剛出世的紅毛新鮮哦，和保育團體是非常的歡喜。這隻葡萄酒紅毛猩猩仔囝，佇因老母蘇麗的分數頂，安心佮滿足的表情，看落是真幸福。西班牙南部豐希羅拉動物園。 最近蘇麗生一個紅毛猩猩仔囝，這對因來講是真大的喜事，予遊客甲保育團體是攏感覺真歡喜。Tanto encantados de que Sully tuviera su cría, su segunda cría aquí en nuestro parque. 目前全球敢若剩差不多104700隻葡萄酒紅毛猩猩，去予國際自然保育聯盟列做極端危險，強要斷種的物種。Ahora mismo este pequeñín pues es un poco otra pequeña joya, ¿no? Para la conservación y un paso más para colaborar en este programa de cría en cautividad que llevan los zoos europeos y al mismo tiempo también a nivel mundial, ¿no? 根據路透社的報道，在過去60年來，全球葡萄酒紅毛猩猩的數量是減超過50%，而且因生活面積在過去的20年來是縮減至少55%。
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网站的资料，红毛猩猩甲人类的基因同款的程度是有到96.4%，是真高智慧的生物。因伫野外会食奶子、山竹、无花果等等的果子，嘛会为树洞内底找水来啉，甚至还佫会伫咧树仔顶做树咧休困。希望大家会当保护环境，互叫要断种的物种会当继续生态落去。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今仔日台湾各地哦拢真热热，包括双北市顶内县市哦，温度上悬会超过36度。过道嘛要特别注意雷公雨。做回来看今仔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华岛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